敬请收看台视东北虎点秋香。各位乡亲，大家好！今仔由小店要来举行一个画画比赛，参赛者是江南两大财主，一位是祝老爷祝岐山，另外一位是小犬董必虎。咱即摆大家来欢迎伊。各位乡亲，咱今日来个欢迎江南第一财主董必虎，耶！你这个主场的啊，我应该爱叫你队长的咧。比赛了未开始，输赢也搁唔知，你就家己封恁大兄叫做江南第一财主。我咧，风度还较好了。各位今仔日比赛规矩是：第一比速度，第二是比画工。也毋过为着公平的起见咱特别聘请到德高望重的陈老夫子来做咱的裁判。我就来宣布，比赛开始。哎呀！是哦，真正恁袂稳赢呀！哎呀，是的啦，我。祝财主的山水画啊，别发精了哦，山外有山啊，
姗姗相连啊！每一笔都非常的完美，实在真难得啦！讲大才子，你的话啊，初初发起来，一发，互人感觉讲是非常的灵幻，但是咧，徛较远咧，注意甲看者，乱中有序啊，就好像像置身伫这个百花园内底。宛然亲像百花在眼前揭开一款，真正的好处。我有一生偏话不少，要捌看到讲这样神奇美妙的百花图画，真是世间罕有。今仔日的比赛，就由唐伯虎得胜。非常感谢各位，比赛是趣味，是要大家做。这大才子是我的前辈，偏我无论如何拢唔敢讲赢伊啦。所以输赢之输呢，请各位莫伤过瘾。老完蛋啦，莫输，咱听咱的交情分啥物输赢啦，行啦，来啉酒啦。面店的家伙水啦，咱要想办法甲你加一个吼，恁爸唔甘愿。有了。你输就输啊啦，啊我唔是讲输袂起啊，你看，啊杨哥吼足可笑的。可笑啥？你的话吼，虽然讲真水真技巧，但是一点仔都无进步呢。总讲一句啦吼，就是你同款是迄种凡间的俗味，无法度甲神仙的气质相比。凡间的相比，袂用甲神仙的气质相比。嘿嘿，起烦恼啊吼！尽量尽量哈。来喽，酒来喽！来，东大才子，阮大家来敬你一杯。哎呀，一杯你啦！来，我无要你。无咯，哎呀，阿爹，哎呀，是安怎啦？咱要甲敬酒，伊哪会做伊走去啊？我嘛唔知。电讲了无对，我的话全是个凡间的相，袂用甲神仙的气质相比。哎呀，别冲啊！你先走了，今天先来个换的，你们就休掉了，给我来了，走啦！阿爹进来了，哎呀，进小啊啦，进小走了，谁进来了？心肝宝贝，是你上界珍惜的图呢，啊，拢你的心血，啊，你来用放火拢甲烧了啦哈！相公，你安尼做，阿妈甲阿爹会替你烦恼呢。我知影我唔对，对今仔日开始，我开始我人生新的方向。多谢天公伯来保庇，相公总算是受亏啊！今日下这个大决心，甲这二位拢烧掉，要专心来读书，我相信真紧就见到光明。这嘛是我这世人上大的福气。你无了解我的心意，我唔是这个意思。哎呀，无你是要爱什么款意思啦？话烧掉有啥物可笑的？今仔老板恁甲讲一句话，伊就甲我提醒。伊讲我的话吼，只是凡间的俗语，袂用甲神仙的气质相比。所以对今仔日开始，我要更较认真打拼话，希望我的话会当到更较悬的境界啦。相公，求光明才是正道，你唔通搁再执迷画图，浪费你家己宝贵的时间。画图哪当算做一浪费时间？一张好的图是会当流传千古、流芳万万年，这嘛是咱当家的公用啊！你啥一定要这么固执，一定要求取公平呢？啊，恁是讲煞啊袂哈？因为啊，是我的金孙呐，佮是安尼堂堂吼纪灵第一名的解元公呢，也是咱当家上界有才华的人哦，哈。啊！恁在座这的人是要凭什么资格，甲伊指挥东，甲指挥西啊？啊！
玉啊，董家是以后传家，祖贤孙后，这是最为重要。你哦，上重要的责任就是赶紧给他生一个囡仔孙啦。我安尼哦，想要做这个阿祖，已经上几多年啊，你知无？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哦都爱互相体谅，恁拢知啦吼。因为啊，行。阿妈，我来扶啦。秋香，环护总管，较等我来入庙的时阵，不准任何人来甲我搅扰，知影？是。哎呀，就是这啦！你唔是要找新鲜去就，这新鲜哦有百外仙啦，这仙气上济，呀，我带你来看。哎呦，我唔是这个意思啦。啊，无是啥物意思啦？哎呀，你唔是要找新鲜的气质？我出来看新鲜，有啥物唔对啦？行啦行，我出来看啦。哎呦，我去啦。夫人，庙已经到啊。行啦，紧去。英娇。夫人。你的手巾啊？多谢公主。这就是我要找新鲜的气质。闪！东条花太师夫人在此进香，任何人袂当入去。哎呀！等下，你无听到？太师夫人在内底进香，任何人袂当入去。啊，我唔是要进香啦，我钱用头先去。啊，插在内底。你叫，快起来！起来，叫，拉入去，快起来！哎呦，你是到底要创啥啦？哎呦！想袂了，无遮简单。啊人嘞，哪会无会？你为明菜去，啊你为这明菜交。好。记出来。好。赶回这边来，去。什么人被跌呀？慢走，别。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搞天照胆，敢交了本夫人上香？夫人讲了无唔对，在下就是甲天顶的母娘照当来才上香的，我敢有罪？你这个人哪有这无礼？他讲会得罪阮夫人，紧甲我夫人赔罪啦！我既然无罪，又搁何必赔罪？秋香，我已经拜好啊，将伊放开，然后叫庙外遐善男信女入来拜保年。秋香，我来去找地公大师开示，明天来款款的，会记来找我知影？是夫人。
母娘在上，感谢母娘指引地主来这拄到一个凡间小有新鲜气质的查某囡仔，求母娘成全，会当互地主替伊完成话话，永永远远留下这种凡间小有新鲜的气质，请秋香姑娘成全。一个人心若是有正，我相信伊求什么，菩萨拢嘛会成全。啊，毋过一个人心若是无正，就算是强求，嘛无路用。秋香姑娘脸气火，袂输敢天顶仙女下，在下是一片诚心想要替秋香姑娘，绝对无其他意思。我甲你也无熟悉，你可以在对阮夫人无礼，你分明就是一个无正经的人。你讲你要替我做话，谁知影你心内是咧想啥？我可劝你也是紧离开家，莫踮遮高高伫。你若是搁得失着阮夫人，你是自找麻烦。当别好啊，当别好！你堂堂江南第一财主，竟然互讲做是一个无正经的人，我绝对袂让这么简单的放。感谢你这几年感化开示，我嘛感觉这么万项代志，我嘛继续想会开的。希望会当得到真正的智慧，得到真正的平静。不贪不矜不欺，便可以令大清明朗。咱人伫这个沙婆世界，拢是言性言明，唔通执着。总管，秋香姑娘，你伫遮待过啊好势，唔通像拄则伫咧大殿，互人走来，佫我唔知。你放心，我袂啊。遮尔侪人咧讲，我想要对秋香姑娘。秋香姑娘，你莫惊，惊讲不过话啦，秋香姑娘。歹势啦！啊，遮尔侪人伫遐吼，我刚想这办法，等甲你见面尔，我无歹意啦。你这个人哪有遮尔可怜啦？你伫共高高伫，你紧走啦！我无等者若有人来，你就惨啊！张姑娘，我希望你当答应我，我替你画像啦，请你成全我。咱也无熟悉啊，就凭你3两句话，是安怎我都爱相信你？而且你要求也未免太过分啊！我知影我足失礼啦。也毋过，我希望会当甲你新鲜的气质画落来，你什么条件我拢答应你。好啊啦，你莫阁讲啊，我听无你咧讲啥。你的要求我是袂答应的啦。啊，毋过，代价你嘛是一个爱话之人，你紧走，啊无我就要喊人啊。秋香姑娘，既然是爱话之人，你敢捌听过江南第一财主董必好？董必好，董必好的大名，啥人毋知？就连我。嘛，足欣赏伊的语话。姑娘敢捌去过董必好？若是安尼，董必好徛伫你的面头前，你也是认袂出来咯。秋香，秋香啊，有你要回复啊？是，我马上就来。爱较紧的啊！上好紧去拜董必好为师，保证你一生受用不尽。哎，秋香姑娘，秋香姑娘！秋香姑娘！其实我就是董必好啊。